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定来讲到有人牛皮唔灵，灵牛虚，这就是比如一个人做代志无抓到重点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鼻仔的鼻，读破音鼻第7条有鼻音。鼻就是咱人呼吸喘气的器官，咱讲是鼻，嘛有人讲鼻仔。若鼻目喙就是咱人的五官，咱人7孔7窍都包括鼻孔。鼻嘛会当讲是鼻气味的能力，像讲伊的鼻正内。另外，个鼻水嘛会当直接讲鼻，像咱讲流鼻、呛鼻。鼻做动词就是嗅气味，像讲鼻芳。鼻嘛会当比如做作细的空，像讲最近新闻报道尖空摄影机，嘛会当讲是尖鼻摄影机。亲像鼻仔共款扑出来物件，嘛会当讲是鼻，像讲草的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硬鼻，代表讲一个人的个性真固执，讲袂顺车，嘛会当讲是真执硬、执死骨、倔强。第二个词读做撇鼻，就是讲一个人的撇、性撇、撇性，嘛会当讲是个性性格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甲人颠倒饼，拢是困日时，半暝才来做工课。厝内人烦恼伊这个歹撇鼻会伤身体，安怎甲伊苦劝？伊就是种硬鼻，拢讲袂顺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鼻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